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学台语，若是对汉话先学，就会教到台语发音：滚滚滚滚，滚滚滚滚。其中第2条甲第6条拢是滚，有人认为两个音其实无同，是因为第6音已经慢慢消失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“滚”，读“过稳滚”第2条。台语字典解说“滚”的意思，就是水或者是汤下甲沸起来、沸腾。若水滚，咱讲是滚水；汤若是滚，火就要关较细咧。另外，这个“滚”嘛有假意思，像讲鱼仔咧滚，也有壁互鸟鼠滚一空。另外，有腹肚痛，有人讲是腹肚咧滚，有人讲是滚甲痛。若海扫，有人讲是滚高粱。这个滚嘛有增加假的意思，像讲利息愈滚愈多。若讲生笑，有人讲是滚生笑。滚嘛有吵闹、闹热的意思，像咱常常讲到闹热滚滚，气氛呛呛滚。也有形容物件烧烫烫，有人讲是烧滚滚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滚架，意思就是喷、拍喷、架量无平静。古早字典解说滚架，另外还有吵闹、纠纷、生利息的意思。第2个词读做滚量，和滚架的意思相画，佮加一个意思会当形容囡仔乌白读、乌白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大部分的囡仔拢惊注射，一个看到社童就开始滚量。也毋过，这个囡仔足听话，乖乖啊，互护理师解注预防射，完全拢袂滚架，实在足无简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滚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